嚟到 ALC 香港辦事處嘅 YouTube 頻道。今日又同大家見面，我係 Tony 黃律師。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特朗普美國總統最近應該係9月份㗎啦，其實都唔係最近㗎啦，就係9月19號嘅時候，同一天同一日公布咗兩個同美國移民有關嘅一個政策。第一個就係佢上任以嚟已經大肆宣傳嘅金卡計劃，終於有少少眉目啦。第二咧就係 H1B 要收10萬蚊向僱主收10萬蚊。咁呢兩個政策對移民職業移民類啦，即係美國投資移民、美國移民咧係分開親屬移民同埋職業移民啦。咁呢兩個政策對職業移民咧帶來有啲咩衝擊咧？咁一陣間我會同大家簡單咁去講解一下我嘅意見。咁至於呢兩個出嚟嘅政策喺9月19號同一天出嚟咧，就已經係造成一個做移民行業裏邊嘅人士咧，都會帶來一個好大嘅震撼啦。當天亦都有好多嘅文章或者好多專家出嚟講咗好多意見。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川普即係特朗普啦，佢嗰個金卡嘅計劃由原來嘅500萬一減到去100萬。咁大家都好似覺得，咦有着數喎，係咪？咁另外一個情況就係佢呢個金卡計劃點樣去落實呢？最初佢推出嘅時候呢，大家咧都對呢個金卡計劃存在好多問題。咁唔好講落實，咁喺法律上亦都係一定係有好多問題。因為500萬點樣可以當時個講法就係話取代呢個投資移民，然後跟住就直接500萬我就俾一個居留權利呢個居留權可以將來轉為一個綠卡，亦甚至乎轉為一個美國公民，亦都係冇呢個全球徵稅嘅。咁大家一諗喺美國一個法制嘅社會裏邊一個三權分立所有一啲嘅法例都要通過國會去確認、去通過嘅情況下，點樣可以總統一句説話就可以將佢造成一個重大嘅改變咧？咁大家都覺得係冇可能嘅。咁喺呢個9月19號特朗普公佈出嚟呢個咧，我都覺得佢有少少創意嘅。原因係乜嘢咧？佢就直接將呢個金卡計劃由500萬減到100萬，而呢個100萬佢係點樣做法咧？佢就唔係話乜嘢取代投資移民啦，佢就直接植入咗喺EB1A 呢個傑出人才同埋 EB2 NIW， 即係話 NIW 嘅意思就係話國家利益豁免呢個勞工部嘅申請。喺呢兩個情況下，佢就將100萬植入咗去。點樣植入咧？佢嘅原理係點咧？我覺得真係有啲創意，亦都係理論上係可行嘅。因為點解咧？EB1A 佢係俾一啲商業上嘅傑出人士去申請。EB2 嘅 NIW 亦都可以俾係商業上能夠對國家有貢獻嘅人士去申請。咁喺呢兩個情況下，你只要捐100萬個人，而公司代表呢個人去捐嘅話咧，就係捐200萬。呢一個100萬同200萬，你直接捐俾呢個美國嘅商務部，而呢筆錢係會用嚟刺激美國嘅經濟。咁喺呢個情況下就可以解釋到。特朗普嗰個行政命令就裏邊就要解釋，就係話要國土安全局，即係移民局屬下嘅移民局就要寫出嚟，就係話你90日後就出嚟一個指引，就係代表呢100萬捐咗出嚟，就等於你係一個喺商業上有一個傑出嘅成就，或者通過 EB2 呢個 NIW， 你對呢個國家美國有一個貢獻。咁呢兩個條件係符合嘅噃，喺理論上係 OK， 但係當然啦，EB1A 同 EB2 除咗你係對國家利益有幫助，或者你係喺商業上有傑出成就之外，亦都有其他條件係需要符合嘅。咁所以亦都未必一定可以好順利，就係話好單純，就係話我捐100萬，我就可以直接攞到呢個 EB1A 或者 EB2。咁當然呢兩個咧，亦都有一啲指定嘅一啲嘅要求
會唔會再簡化佢咧？會唔會符合到咧？咁呢個亦都係等90日後移民局公布呢個政策。咁我亦都會喺呢個移民局公布嘅政策之後咧，會同大家再詳細去解讀一下移民局之後出嚟呢個政策。咁但係將會對造成有咩影響咧？嗱，大家都知道美國嘅職業移民咧係有配額㗎。每年亦都唔會話無限咁去簽證嘅。咁其實而家 EB1A 甚至乎 EB2 NIW 咧中國大陸出身、印度出身係要排期㗎。咁喺呢個情況下，佢呢個政策我100萬捐出嚟，會唔會影響到原有已經申請緊 EB1A 或者 EB2 NIW 嘅投資人或者申請人佢哋嗰個排期嘅情況咧？我覺得係會有影響。第二，亦都會有可能間接影響到呢個 EB5 嘅申請人。因為 EB5 最重要嘅關鍵喺邊度咧？投資人嚟講就係佢嘅資金來源。咁如果佢通過呢個 EB1A 或者 EB2 NIW， 需唔需要證明一個好似 EB5 一樣咁嚴謹嘅資金來源嘅證明咧？我覺得係可能唔需要嘅，因為大家要記得除咗資金來源投資去美國去攞到綠卡，仲有一個渠道嘅。嗰個渠道咧，雖然唔係等同於一個投資，但係亦都係你要你嘅資金嚟到美國，嗰個就係 EB1C， 就係跨國公司嘅管理層。喺呢個跨國公司嘅管理層嘅申請咧，係唔需要證明個資金來源嘅，係只要證明嗰筆錢係嚟自呢一個海外嘅公司或者海外嘅大股東嘅個人嘅資金就可以啦，就完全係同 EB5 嗰個資金來源咧完全唔一樣。咁會唔會係亦都會採用呢一個標準係放入去 EB1A 同埋 EB2 嘅 NIW 咧？呢個就真係有待90日後即係應該係大約12月啦。因為9月19號公佈嘅，咁移民局出嚟嘅一個政策會係有啲乜嘢改動。咁如果真係比較簡化啲嘅，我覺得會影響到一部分嘅 EB5 嘅投資人，原先可能佢嘅資金來源係冇辦法證明或者好難去證明，咁佢可能願意我捐呢個100萬，而通過呢個 EB1A 同 EB2 去攞到呢個綠卡。大家要記住 EB1A 同 EB2 NIW 嘅綠卡比 EB5 一個最大嘅優點係咩呢？就係呢張綠卡係一申請攞到就係永久綠卡，就並唔係好似 EB5 咁，你先攞一個2年嘅條件性綠卡，2年之後再申請一個829，將你原來嘅2年嘅條件去解除。咁呢個好多時喺 EB5 失敗嘅情況下就係829，因為個項目冇辦法創造10個就業。咁如果通過 EB1A 同 EB2 NIW 咧，係最大嘅優點就係你直接攞到呢個綠卡，永久綠卡。咁呢個就係特朗普對呢個金卡有一個眉目，有一個即係實際嘅操作嘅情況公佈咗出嚟。咁我哋等到大約12月1月移民局公佈之後，嗰個實際上嘅政策嘅內容係點咧？我就會再同大家分享嘅。咁另外喺9月19號特朗普亦都有同一日係出咗另外一個政策，就係 H1B。H1B 就咩咧？過去就係要抽籤啦。一上台特朗普已經講過啦，佢一定要改革呢個 H1B。咁呢個政策一出嚟咧，就係話所有 H1B 嘅申請人嘅僱主需要繳交一個10萬美元嘅一個費用，係一次性。咁呢個當天一出嚟咧，就佢寫出嚟嗰個行政命令咧，係有一啲唔清晰嘅地方嘅，就係話你海外嘅人士如果要翻嚟，你冇捐呢個俾呢個10萬，你係翻唔到嚟。咁結果當日咧，由19號至20號，移民局仲未公佈出嚟澄清之前咧，就有一大批嘅H1B 喺海外嘅本身揸住 H1B 嘅簽證啦，又或者已經簽咗仲未翻到嚟嘅申請人咧，就漏夜就飛翻嚟。咁但係最後咧，移民局就公佈咗啦，就係話呢個 H1B 10萬蚊嘅額外費用咧，係會應用於喺新嘅申請，即係話應該係喺2026年新嘅 H1B 抽籤
嗰陣時申請嘅申請人即係佢哋嘅僱主先至需要俾呢個10萬蚊嘅。咁所以而家已經申請咗、遞交咗申請，或者已經揸住 H1B 嘅簽證，或者甚至乎嚟緊要extend 或者 renew 佢哋嗰個 H1B 簽證嘅申請人都唔會有任何影響嚇。咁至於呢個 H1B 增加呢個10萬蚊嘅費用帶來會有啲咩影響呢？我初步相信大家人都會估到，至少有好多出年未來申請 H1B 嘅中小型嘅企業尤其是小型企業，可能就已經放棄，我唔會再幫佢哋嘅員工或者一啲嘅留學生去申請 H1B 啦，因為佢哋需要俾一筆10萬蚊嘅費用。咁呢個10萬蚊嘅費用當然特朗普就係希望用嚟解決而家美國嘅財赤嘅問題啦。咁亦都會睇到之後公佈咗之後，亦都有好多大嘅企業出嚟支持，就係話呢10萬蚊我哋要申請嘅話，我哋都願意俾嘅。咁佢可能造成出年嘅 H1B 抽籤咧，就大部分都係嚟自一啲嘅大嘅企業，而呢啲大企業嘅相對嘅申請嘅量會有幾多咧？有可能導致到呢個 H1B 嘅申請咧係嘅量申請嘅人數會大幅下降，可能導致到係唔需要抽籤嘅。咁另外當然啦，喺呢個 H1B 裏邊亦都會有一個條件，就係特朗普就係話呢個 H1B 除咗你要俾10萬蚊之外，亦都會按照你嘅薪水同埋你嘅技能去高低去增加你嘅抽籤嘅比率。即係話，如果有一啲啱啱畢業嘅大學生、本科生揸住個學士學位，佢可能嘅薪水唔係好高，咁佢可能將來去抽 H1B 嘅機會就會降低。咁呢個咧，我哋亦都係要密切咁關注住出年嗰個抽籤嘅情況啦。我哋亦都會同時同大家俾大家一個好新嘅 update。咁所以今日咧就大家同大家分享到呢度為止，就係關於特朗普嘅金卡計劃同埋呢個 H1B 最新嘅政策。咁如果大家對呢個美國嘅移民啦，包括投資移民有任何嘅問題咧，歡迎嚟到ALC 香港辦事處度諮詢，亦都可以通過佢哋揾到我，可以同你哋提供一啲嘅法律嘅意見啦，可以俾到你哋可以做申請移民之前咧，可以有一個更清晰嘅一個方案一個想法，先至去做下一步。咁今日到此為止啦。咁希望喺下一個頻道裏面再同大家見面，歡迎大家繼續支持我哋 ALC 嘅YouTube 頻道，多謝大家，拜拜。